大清的总统出访过境夏威夷，去到亚利桑那战南纪念馆献花致意，道名声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台北某一间幼儿园发生虐待跟那像性侵的案件，教育局强调第一时间甲当事人停职，一世人袂使做教保员。高雄有民众去买牛奶茶杯内底锁一张员工的证件，台北通化街冰店嘛向投诉讲，倒步浸伫咧红豆汤内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赖清德总统就任第一届出访，第一站是过境夏威夷，头一天就先拜访夏威夷州的急难管理署，去交流救灾经验。刷落去去到亚利桑那州战南纪念馆，为着这真珠港事变默哀，献花来致意，花圈仔落名就是写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赖清德总统今日去夏威夷侨民宴会现场，350位侨民热情欢迎。因为赖总统头一届出访，第一站就选择过境美国夏威夷。It's my honor to welcome my friend President Lai Ching-te.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to engage with thought leaders, the diaspora community, and state and local leaders is invaluable, and I know will contribute to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rock-solid U.S.-Taiwan partnership. 当日请参加 AIT 主席罗森伯格用影片方式出现，诚心欢迎老朋友赖总统，另外包含夏威夷州的副州长，甲真侪位参众议员也拢出席，表达对台湾的支持。Symbolize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一开始大家拢无看好。但是最后，咱得到结果。过去国际社会无看好台湾，但只要咱拍拼团结，咱一定会当得到国际社会更较大的肯定和好。赖总统在曹燕致辞上，中英台3声道齐发，表达希望台湾与夏威夷深化各领域伙伴关系，更要进一步让世界看见台湾。赖总统把握伫夏威夷停留的时间，落机着换夏威夷设置前往百合堡博物馆参观，伊也走去夏威夷政府机关急难管理署，和署长巴罗斯甲夏威夷州的州长纪林关门交流台湾甲夏威夷伫灾难救助的经验，加上台湾美国最近拢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大，危害着世界和平稳定，显示建立全社会防卫论性的重要性。赖总统特别到以二战残骸所建成的亚利桑那州战南纪念馆，伫战死的将士名录头前送花环。致赠的花圈上公开署名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背后意义强调台湾面对区域复杂情势，需要贡献力量，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公视记者叶佩方俊怀在美国夏威夷的采访报道。讲到咱赖清德总统出访太平洋友邦过境美国夏威夷，有学者认为，这台美关系看会出有明显嘅进步，尤其是美国所安排的参访行程，这正正就是台美目前重点推广的自我防卫相关议题，嘛表明台美合作防范中国的强烈决心。中共的巡逻登陆舰、龙虎山舰7号发现为台湾东北部海峡路舰，也有电子侦察舰天款星号，因为第二舰欧洲偏东方大约30海里的所在真侪降落。中华民国空军正护送总统出国。总统赖清德出访的时阵，国军也感受到3架自强机超越海峡中线，侵扰咱北部甲西南空域。国防部严密监控，尤其赖总统过境美国夏威夷，唔拿美方接台战机突破，也参访亚利桑那州战南纪念馆、急难管理署。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认为，无法度过境美国本土是一个遗憾，引起民进党立委回击。建议把地球仪拿出来看一下哈。到南太平洋3国去访问，你要过境美国本土，那个是既不方便啊，也不舒适，也不顺路了哈，那个反而是勉强刻意。不进入美国本土，不仅是台美间的默契，更代表美国现阶段在美中台3边关系上的立场，并没有刻意过度要刺激中国大陆。中国外交部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反对台湾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串美，除了严厉谴责美方，并且提出严正交涉。陆委会回应，赖总统依照惯例过境美国，受正当权利的行使，中共是无权利来批评。总统去了好几个其实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这个地方，
包括像是亚利桑那战舰紧急这个救灾署。好，那这个紧急救灾署它其实是有这个准军事性质，因为它是要负责调配夏威夷的国民兵，其实是这个有高度的这个实质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学者认为，夏威夷是美国一州美方行政安排，切合台美即阵推广的自我防卫论成者议题，也彰显台美共同防堵中国强烈的决心。尤其美方搁再同意对台军售，学者认为显示台美关系已经建立一定共同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花莲一个出世才无一个月婴仔，顶个月29重伤送医救无转来。落尾这检方查到这婴仔老爸哪受受甲虐待，嫌疑重大，已经申请羁押禁见，法院嘛已经判准。该同知生父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杀人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因此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个婴仔的头壳甲身躯有真侪所在拢有乌青，详细死因搁要等解剖验尸。因这个婴仔老爸今年4月，伊甲伊的女朋友嘛，则因为涉嫌甲一个婴仔虐待致死，互法院来收押，无受到讲甲放出来了后，随着搁发生类似的案件。继续来看台北某一间幼稚园发生虐待，佮哪像性侵囡仔案件惊动社会。有机关是佮在批评讲，这细蛋的教保官去予检方来起诉了后，这教育局是过尾20天啊，才开始要共处分。那教育局是驳回讲，这第一时间就已经有甲当事人甲停职，这一世人嘛袂使佮做教保员。台北市一间幼稚园由国防部放出无利用的空间，交予教育部委托某私立学院经营，却发生园内一位男教保员甲2位女教保员涉嫌虐童甲猥亵、错过受害的幼囡仔超过2位数。市议员柯淑华侧伊搁在批评讲，台北市教育局伫姓陈的教保员互起诉了后，过尾20天才开发，处理真慢吨。我们可以提早保护更多的小孩，是不是可以避免更多小孩受害？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家长完全在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继续让这个幼儿园继续让他们在收托这些学童，扩大积极的调查，认定属实之后，我们在11月11号开认定委员会，对该教保员用最重的裁罚包括罚款60万以及终身不得聘任。副市长林玉华也回应讲，案发了后，市府第一时间就成立跨局处的小组处理，加2天召开应变小组的会议，甲教保员停职，无拖沙。教育局也强调，已经对涉案的3个人开发停聘，也已经要求国防部1个月内甲业者终止契约。也因为这个学院伫基隆，也无排除刑物互基隆市府。11月20号，我们就发文给国防部，就是要跟他讲说，在1个月内，要终止相关的委托契约。那我们希望他能够。要立刻停止官员，然后而且是要让这个法人立刻要做更换。基隆市府表示，这个学院伫基隆有2个据点，一位教保员毋捌伫基隆任职，教育处会赶紧安排督导进行访视。这个学院伫台北阁有受委托经营的另外一间幼稚园。台北市教育局强调，目前也未收到相关的通报，会加强稽查甲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下一任的总统川普是搁再发布伊的新的人事安排，要提名伊的亲家公帮第3个大头家库许纳来做驻法国大使。另外，伊嘛是有意要甲现任 FBI 局长甲换掉，互伊亲信前国家情报总监巴特尔来做，这嘛是引起众人的争议。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伫当地11月30日透过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又搁公布伊假的瑞国竞选，想要号召国安官员伊的支持者巴特尔做 FBI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透露想要替换暂时的局长。44岁巴特尔捌做过国会助理、地区检察官，而且伫川普第1任总统任期做国安会官员、国家情报总监，真受川普的信任。Michael Cohen admitted on the witness stand just this morning to 6 different felonies of stealing Donald Trump's money. After 6 weeks of trial, we finally have a crime. We also have a victim. That victim is Donald J. Trump.
世上暂时的局长瑞伊是川普在2017年亲身任命晋级执党，不过在经过2020选举前期，各国暴动甲白宫的机密文件摕出来，加封口费这重大司法案件，和川普受到调查和判有罪了后，川普就捌在竞选期间表态要改变这结果。例如法国大赛竞选面顶，川普暗算要提名竞赛爸爸，帮地产企业家库什纳，伊认为库什纳是优秀的企业家、资产家，会当替美国争取国家利益，叫做美国有利的大金钱。不过，外国媒体报道，川普并无讲到库什纳捌因为盗税、干扰证人等等18项的罪名，互判2档，一直到川普在2020年总统任期内底执行伊。除了美国竞选，川普捌表态对加拿大、墨西哥甲中国会提关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伫当地离岛，为此去美国佛州拜访川普协商关税问题。杜鲁道3日坐飞机登机时阵，并无透露会谈的内容。若是中国是伫2月表态，凊彩对贸易伙伴加扣关税，嘛无法度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而墨西哥的部分，川普伫27发文，墨西哥已经当期停止予移民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讲是新闻台是同朋友。当来看咱国内，这去年有一台有辅助赛车系统的电动车，伫高速公路弄到工程车。运安会最近是完成调查报告，嘛讲明讲目前伫咱的国内是无任何一个牌子的车辅助赛车系统是完全会当相信的，而且车厂卖车嘛无甲车主详细说明伊的使用限制，建议交通部来赶紧来讨论检讨。去年11月底，一台电动车开伫国道，却是弄到国道弄激风雨工程车，当时司机敢若开驾驶辅助系统，也是发生烧弄事件，造成车头弄歹去。运安会经过1年调查，最近公布结果。电动车车商都没有很清楚的告诉车主说，这个车是属于2.5G， 还没有到自动驾驶的阶段。很多车主他开车的时候都以为是可以放掉方向盘。运安会调查发现，发生事故可能原因包含无论是毋是有启动，也是配备先进驾驶辅助系统，会发生烧弄，主要甲开车的人分心无注意的人为因素是有关系。这些自驾系统还不能很确实的可以用在无人使用的状况，应该是比较依赖后视功能，但是前面路况的话，还是比较第一个先相信自己眼前的东西。运安会也发现，各厂牌伫交车是卖车时，大部分拢无详细来说明驾驶辅助系统的限制甲注意的事项。另外，当工程车开慢慢，也是讲停伫内边车道有可能互系统出现，未去看到注意的所在。如果我们的系统是驾驶辅助系统，我们就不应该在中文的名称上面称它是自动驾驶系统，它也要确实的去做到这个教育乘客、教育驾驶的这个动作。参考运安会再把报告的建议好，然后来持续的增修相关的法规，让国内车辆在驾驶辅助系统的使用上面有可以参考依循的检测基准。对这个驾驶辅助系统，交通部讲会继续甲相关的车辆业者讨论，国内嘛爱对着国际，订定国内相关的规范时程甲内容。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伫咧高雄是有民众去凉水店买牛奶茶来啉，这挂拍开，所看到内底有一张这员工的证件，卫生局随派人去稽查开单。另外，伫咧台北通化街卖冰老店，嘛去用投诉讲，甲倒步浸伫咧这红豆汤内底。不过，这业者是配话讲，迄卡是人食剩要倒的，唔是要卖人。假日的营业时间，卫生局人员来到牛奶茶店，真少翕相稽查，因为有民众伫遮买一杯牛奶茶，甲外掀开，竟然发现一张写员工名姓的小白证有影行一条。这员工他其实也不是这么就故意，但第一个对名牌的佩戴方式，我们一定会全面的检讨。还有员工就是他当下如果说有。要注意，随时注意这个名牌有没有脱落。高雄盐埕出名的牛奶茶店，伫百花卖场内底的分店卖饮料出现这款物件，业者表示是员工吸粉圆的时，吸这色的小白证无细致落落，会检讨改善。高雄市卫生局稽查了后，要依法裁处。一、违反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自治条例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我们会是先搅拌，如果发现有问题，就会直接打开看这样。台北市通化街出名的老牌冰店，假日无营业，不过也互投诉讲，真正有民众去食物件，看到店员甲使用过的倒布带入去红豆汤，卫生局派员稽查。
业者是说他们不是把它放在红豆汤里面，是放在那个馊水桶上。这一间也开蛮久的，就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其实餐厅应该都差不多。冰店的食材无发现奇怪的物件，毋过冷冻的食材无砍挂，卫生局已经要求改善。面对食安的问题，卫生单位真谨慎，任何的细节拢袂当有疏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猪肉自从爆发口蹄疫猪瘟了后，就一直拢销袂出去。到2020年，咱才正式对疫区来除名。10月30日，咱台湾产冷冻猪肉总算会当伫新加坡搁再就市。拜六，农业部长陈俊贵嘛亲身去到日本，伫超市卖咱台湾的排骨便当，望会当透过这个机会，互台湾猪肉嘛有法度搁再销转去日本。你来日本的关西超市，随看到一区特别台湾的排骨便当，边仔佫有前一阵仔进到日本的台湾 LV 加鸡蹄啊，引起日本民众好奇。有人正手挂2地，佫无够，倒手佫炸走2盒的排骨便当。台湾的排骨便当，升做日本超市的名册商品，讨論度有夠懸。これ美味しいということで初めてです。どんな味がするのか楽しみにしてるんです。这摆呢，咱是有1个月的时间，直接正式来试验咱的产品，看日本的消费者有法度接受无。除了台湾的排骨便当、蒜味烟肠、乌猪香菇贡丸，这个是个猪肉片嘛销到日本。农业部长陈俊贵拜六亲身到日本关西做宣传，伊讲台湾原本是世界第2大的猪肉出口国，主要拢是销对日本。1997年口蹄疫爆出了后，台湾猪肉离开国际市场，一直到2020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甲台湾对口蹄疫的疫区提掉，台湾猪肉总算会当转去国际舞台。目前台湾已经提出传统低温非疫区的申请，那通过申请，农业部计划重新甲台湾的青猪肉销转去日本。明年那个传统猪瘟如果申请为非疫区成功以后，我相信很快的在日本市场就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生鲜猪肉。いや全然 OK、美味しかったらね、安全で美味しければ全然大丈夫かなと。台湾青猪肉变外销，农业部表示，东南亚国家无像日本对传统的低温有硬性的规定，所以新加坡伫拜五一定正式宣布进口台湾的青猪肉。菲律宾嘛伫咧旧年初就一定开始进口台湾的青猪肉。农业部表示，后一步的计划是互台湾的青猪肉伫日本就市。因那猪肉片的部分，目前台湾已经有6间的猪肉加工厂通过日本的许可。农业部望未来台湾、日本农产品有更较深的交流。记者林玉凯第二选柯敏哲综合报道。上在伫地方办导览活动的热河文教基金会，因为发现到伫彰化市内这过路人的行路空间已经真矮啊，这顶仔卡搁去互机车甲担仔占用。基金会是特别办一个行路空间公民论坛，来邀请民众实际来行一转，来针对行路空间提出需要改善的所在。骑机车来来去去，车速拢真紧，民众伫无青红灯的所在，徛伫斑马线等要过车路。还有人赶行李、塞婴仔车，要来了解市区的行路空间有倒位无方便。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行人很不方便。那两旁的汽车又都会会违停，或者是停得非常的混乱。那行人在走都要绕来绕去。咱行路人拢爱甲车咧争道，迄实在足危险的啦吼。尤其咱市道个高低不平，个占用，相较于其他县市其实非常的不友善啦吼。热河文教基金会时常伫彰化举办文学行踏活动，则发现市区欠缺人行道，顶仔卡互袂少机车担头仔占掉的，对过路人来讲真无方便，所以特别举办改善行路空间的公民文化论坛，邀请专家分享日本环境的概念，也互民众感受多元族群的行路体验。咱有发现讲彰化的路况无讲真安全，一寡文化景点嘛需要更加优先。所以这边的论坛，阮使用大卡的皮箱，还佫有灵武车，还佫有会使体验是大人行动的体验包，互大家行伫路里亲身去感受无共群体行路的体验。基金会表示，彰化旧城区有新型车库、孔子庙、天公坛，侪出名的古迹庙史。这边论坛以文化观光路线做主题，和民众讨论，提出改善意见，透过公民参与，让大家重视过路人的安全。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
为了要鼓励少年朋友参加志愿服务，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对2021年开始，委托中正大学成立分家青年志工中心，要提供少年人参加社区甲非营利单位的志愿活动的机会，关注社会弱势，培养同理心，嘛增加在地认同。少年志工详细教特殊教育的学生来做线内表演美容的布红仔，透过这场融合的艺术体验，互来参加的学生囡仔大家拢真欢喜。特殊教育的老师就讲，这对因的心理甲情绪有真好的帮助，嘛，互因练习来接触社会。融合教育就是爱互这个囡仔和外口的人来做一个接触，佮有互动，顺续甲训练一下社会技巧，社会互动的技巧，安尼，互阮的囡仔和这个社会袂讲有一个脱节。带这个囡仔，我嘛感觉真趣味啦，所以我就继续会参加这个活动。国立中正大学受到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委托，成立分家青年志工中心，要伫婚姻关甲家己团体提供志工的服务甲训练，透过在地社区或者是非营利机构的培力活动，互少年志工伫参与的过程当中，增加因对社会弱势的关注。希望从中呢，可以让青年朋友有获得不一样的学习跟成长的机会，让我们的一般的青年呢，可以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可以培养他们更多的同理心。因为平常有当时要出门要参加活动，较无方便，家长有的家长可能嘛较无法度带因参加，然后总讲学校若会使支援这部分的话，会使增加因一寡经验安尼。分家青年志工中心表示，一般少年朋友其实无啥物机会会当甲特殊教育学生做伙上课创作。这种互动的课程，能互志工拍破一寡刻板的印象，嘛希望会当为这服务的经验当中，找到因自身所学的专业甲社会的关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至27度，中部地区15度到27度，南部地区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6度到24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安。稍等下再继续收看台湾技术好，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会。